到底點樣可以提升 TU 分數？想提升 TU 分數，其實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。一、準時還款，呢個係最基本但係最重要嘅一點。準時還款係決定你信貸分數嘅最大因素之一。如果你有信用卡、分期貸款，記得每個月準時交數，千祈唔好遲交或者漏交。俾啲小貼士大家，可以設置自動轉賬扣款，或者 mark 低喺日曆，避免遲交。二、控制信用卡使用率。第二個關鍵點就係信用卡使用率，即係你實際用咗幾多信用額。同大家講個數字，最好控制喺信用額嘅30%以下。例如你嘅信用卡總額係1萬蚊，每個月盡量唔好用超過3000蚊，咁就可以令借貸機構覺得你用錢有計劃，還款能力高，自然加分。三、唔好成日申請新貸款，呢個可能好多人唔知。申請太多貸款或者信用卡，會令你嘅 TU 分數下降，因為每次申請都會有查詢記錄，查得多會俾人感覺你好急住要借錢，財務壓力可能好大，所以唔係必要就唔好成日申請新信用卡或者貸款。四、維持良好嘅信貸記錄，你嘅信貸歷史長短亦會影響分數。如果你有舊嘅信用卡但冇用，建議唔好隨便取消，因為舊信用卡嘅記錄可以幫你建立更長嘅信貸歷史，對提升分數好有幫助。五、定期檢查 TU 報告，最後唔好忘記定期檢查你嘅 TU 信用報告，有時候報告上會有錯誤，或者有啲你唔知道嘅負面記錄。如果發現問題，記得盡快聯絡 TU 修改，唔好等佢影響你嘅分數。